台湾的土地有63系山呐，不过认真禁止多数的国内蔬菜的产量一年差不多3到5万立方公尺嘅，差不多像徛喺国内当年需求600万立方公尺，冇到1%的。是在讲一块路系意思进口喎，也受到国际社会的批评。更加政府想去林业高发展起来，讲5年内刺激率要到3%，要同国产的蔬菜打入市场。不过台湾的林业长期呢按多年呢，产销内同生产技术甚至人力都降唔到诶，国产的蔬菜要多转去市场，怕冇咁简单。3月底，台北華山文創園區與廠區貼貼的成立事業，其中嘅關於高鐵林業相關的廠商賣旗下百種嘅商品。这个是造林的苗木，对，这是柳生，这是火箭杉。像农委會主委屯林副局長主業也嘅舒服嘅。係建築公司打造嘅，塑料嘅係對新竹林農兩小前嘅資材創發嘅，團盤用嘅兩日，其實舒服嘅技術之講，國產嘅塑料嘅一直都唔會輸本進口嘅。台灣的木材雖然用上面可能就是節比較多或者怎麼樣，但是它其實品質不會輸給國外的，這樣。然後我們堅持用國產，其實很大的原因是因為它就近嘛，然後便利。我們希望台灣的木材可以一直永續的被用下去，所以我們才會選擇用國產木材來蓋木屋。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們今天這2天會在華山舉辦這樣的市集，森林市集，先讓大家知道有國產材，而且要讓大家知道說，國產木材它的品質其實並不輸給進口的木材，甚至優於很多的這個進口木材。就可以用國產樹嘅搭配細舒服嘅，做得講係最罕見。雖然台灣嘅山南面積大概卡為全島嘅60%，不過樹嘅越來越99%客家都幾是進口，國內樹嘅刺激率冇到1%，因受到國際社會嘅批評。我們幾乎全部都是仰賴外來的木材，那外來的木材以我們現在每一年的平均大概。扣掉紙漿不算，我們大概每一年進口大概600萬立方米的這個木質的材料，包含到原木，包含到比如說三甲板啊、立片板等等的，這些都包含在這裡面。雪山隧道2條那個隧道塞得滿滿的，只有550萬立方米。關於唔准倒數嘅過後，林業現年30年冇發展，農委會決定愛在過來發展林業，提出林業經濟振興計劃。林試所考察全國森林資源同林業現況，27萬公頃嘅生產性人工林當中，唔算保護區、環境敏感區，離大陸1公里卡加嘅蔬菜，總共有18萬公頃有生產潛力嘅蔬菜。同時規劃嘅6大林木生產潛力區，韓國4大族嘅生產潛力區，按算1公頃當年做得有5立方米嘅生長量，而比5年內國內樹嘅刺激率有3%。我們的策略大概是很清楚的，就是說，怎麼樣去從資源端把生產區位規劃出來，然後製造、供銷這2塊到市場，整個要整體來做的。所以我們大概是希望透過產業聚落這樣子的一個概念，把林產業等於是你，因為它是區域性的，能夠發展出來。唔過在高利用山呐，官方面對具體嘅壓力，表示提嘅唔認同以下10年嘅山呐，也係愛在高度數位，沒本人改少。在森林的經營上面，我們區分成天然林跟人工林，它可以有不同的目標、不同的經營管理方式，一樣對於這個整個環境，它不會造成任何的這個傷害的。所以其實所謂伐木，不應該只是用道德與否的這個觀點來看。因為實際它就是一個我們會需要使用到的這個資源，而且是一個非常環保、可以再生的這個資源。我們為什麼不用它？重點是要在合適的地方去生產這些木材，這是未來我們應該要做的。
某一本環保團體有毅力，政府單位同 FSC 森林認證帶落來，要確保多數嘅城市合乎到生態永久發展。FSC 係一個國際性嘅非政府組織，森林管理委員會規範林木生產嘅過程，顧會到經濟、社會同環境三個方向。所謂嘅來源合法、加工接觸咁多，做得完整追蹤，就拿到 FSC 認證標頭。你的整個森林的經營是符合永續的要求的部分，也就是說，一個國際的水準來確保你的經營是讓你這個林地是能夠永續的。看看你的執行的區位啊，你的整個執行的時候對環境有沒有造成污染啊等等的，我想這是一套很有效的管理制度啦。不管是木材的廠商，或者是所謂的這個林農啊，都來申請，還有像林業合作社，我們就鼓勵大家來申請 FSC 的驗證。那政府呢，林務局呢會提供1/2的補助，就是希望說我們要有木材可以用，我們更希望我們這個木材是來自友善環境的這個過程那尊重到這個周邊的這個社區，關注到勞工的權益，這樣子幾個面向。官方想要在國內推廣台灣的數位，其中一個研究講起來有18個講解。1996年發起全面草林計劃，喺2004年停止。也期間草林的面積有36000公頃。草林契約喺2011年過後陸續到期，這條數位唔得按樣解釋。做得多吼，因多下問題要中斷時吼，你也冇咁樣才跳嘅。你吼，種林農全部咩60以上嘅，冇辦法中斷時。所以講盡量愛盡量莫到是莫到期啊，哦，但是吼，你講從產物來講吼，你種落去到20年後吼，基本空心，哦，個什麼時態冇淘汰就唔得了。我們已經種植了30幾年了，已經可以伐木了。因為木頭種了一段年齡之後，它就會成熟了嘛，就可以使用。如果你不伐下來使用，它會老死，對生態對這個環境是不好的。以後會很多枯倒木啊，然後會土石流，可能是讓它木頭枯倒之後滑下來的。是喺澳邊山村經濟發展林業，幾時冇按改？台灣林業停了30年，生產技術、人才早就已經斷層嘅。草林木，你也冇按經營，還把因為冇錢冇供應做，冇後生嚟接吧，暫時也冇人辦也冇嘢，研究也冇用，但應該是看天然啦。冇供應，要辦就辦唔出去啊！你要辦，你嘛冇採下，個單價下貴，你咪辦唔出去。最早用煙啊，冇煙嚟講，乜嘅承擔啊，係了點。我們也是希望以後能夠獎勵或者是補助一些年輕人願意到這樣子的製材廠。那另外一個就是提升他們的設備。你的生產設備能提升的話，你的安全性提升，而且你的效率是比較好的，那你就可以提高每一個工作人員的一個生產的效率。相對的，就是讓年輕人也比較願意投入到這樣子的產業。假如說國產木材未來能夠在市場上佔有一席之地，我相信以我們產業界的這種韌性，或者是反應快速的反應，這些都可以慢慢的銜接起來。那我們從一個經濟學最基本的核心就是，只要是有利可圖，自然就會有人才願意投入，自然技術也就會進來。師傅拿登到位，提參嘅項調卡，也係以頭一擺只能用台灣嘅數位來做創作。一間3年塑雕業者專門做文創商品，做塑雕個有名聲。一擺卡用絲紗就講有金水，所以佢很軟。然後卡在也健康嘅油，前面嗰種嘅石油嘛，咩油面，好所以我哋因為講來做雕刻咩以後使用。苗頭雕、芙蓉也條塑雕片，雖然細細隻嘅，唔過轉商品來賣量又大，價格起來用嘅數額並唔會少。唔過台灣嘅塑料嘅公司，下個月出現廠商生產者簽唔到對方嘅情形，官方想要換產銷體內度團體嘅公司兩片重新連接起來。
像一般我哋拿到日料，咩都可以林务局合同嚟做一隻連接引薦，講其實有隻正常佢做一種料嘅，係按嚟自看嘅。好，按你拄好佢講佢，按你有認證過，按台灣嘅料嘅，對我哋使用端嚟講，我哋沒有，因為一隻關係，我哋做得講，尋到一隻相對應嘅窗口去，買到我哋相用嘅材料安尼。所以我們希望以後是有一個供銷平台來媒合，比如說你今天你需要木材，你的工廠需要木材。這邊我生產什麼樣的木材，是不是有一個類似於交易的一個平台，可以媒合大家供需的需求，然後去建立一個長期穩定的一個關係。這調查，國產的數位一下最佳拿來做標母，卡為85%。林先生希望未來多開發高附加價值的單木經濟，唔是多過多數位，每做的創造一天的產出。同樣的，樹長在這個區域，小樹做小樹的用途，大樹做大樹的用途，那如果大的樹的話，我們就所謂單木的一個模式，好好的去賣它，去做成家具，去做設計，去做整個好好的去提高它的價值的話，也許賣一棵樹的錢抵得過你賣100棵小樹的錢，這個就有產值出來了啦。同樹來到組合好，就係幾隻苗條條，順後還有絲嘅鵝魚，一旦如係利用整理連皮、清潔嘅ผ้來做嘅，加條材料包做得台學生嘅，改接用嘅塑膠類嘅美術材料。佢開發本我哋研發，我本機嘅嗰種係技術轉移金啦，技術轉移金其實2年嘅期咗，所以開發做嘅。我是認為講呢個東西你係創作是當好啦，係咩是講你要市場係打開了，唔是一輩子靠着政府讓你補助。阿莫就係同木作工坊合作，本樹製品含夠精緻。搭配嘅國產的木材，像啲桃花心木啊、東江，佢係做乜嘅？做小提琴的材料。那國產材細節，我們可以做該熟了，它不會有靜電，或是說該有唔會該那個環境荷爾蒙的東西來傷害人哋。所以呢，人哋還有做啲調味料罐呢，可以考慮到食安。那終究啦，也許你生產的量不是增加很多。可是我們希望產值，就是經濟活動所能帶來的這些效益，是能夠增加比如說增加50%，或者是能夠翻倍。等到你收益多的時候，你當然就願意提供更多的一些經費去保護你的這塊地。對前面好多數位都表示提嘅唔認同嘅保育山呐，台灣變化安泰嘅林業政策，亦都歷來多見，要多為愛改變嘅世界。使天然30年嘅林業愛再個發展，山村經濟愛有成功，國產嘅塑料嘅愛再個賣到市場好，愛做到安尼難關怕係幾多。